我开始了哟。是搁咧创啥？再回来，哈？一段情藏在心肝底。无你即马是搁咧搬倒一出啦？我真正是看无呢。这个摆已经开始休大呢。啊，所以咧，甲你有啥物关系？我嘛要来休困啊，所以我要甲你讲再会。你困梦困莫迷茫啦！你敢袂休久？即摆每人拢爱休一个哦。啊，我嘛都想要休2个月，敢袂使？头家啊，你有听到无？你的员工要走去啊哦！我感觉人真是足奇怪呢。啊，是安怎讲？因为细汉时阵啊，我拢感觉讲休困时阵做无聊的啊。我就想要去学校找同学佚佗啊，还是讲看想要创啥。即马咧，即马大汉以后，就拢想要休困，啥物拢莫想的，真正是足快活的。啊，毋过我看你上班嘛无咧想啥咧。险啊搁甲你搅。你安尼听种朋友误会我呢？啊，是误会啥啦？误会讲我规头壳内底拢在想你，无在上班。我要来开场啊！大家好，这是公司第一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佮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即摆这个开场真正是愈来愈无法度控制啊！是你无法度控制，好无？我哪有啊？你敢会记得咱迄天去公司小妹的直播，互人讲咱拢无法度控制呢？对嘛？是咱，你甲我。哦。你坏啦！意思就是讲，是咱2个拢无法度控制，毋是干那我一个尔吼。但是我感觉你就是我失去控制的原因啊！拜托诶，你即下是要唱迄条歌对无？你这是是，你这是，哎呦，你是爱我较超过哦，失去控制。我接袂落去。但是你莫安尼讲哦，迄咱其他的节目啊，技术部的朋友哦，因顶礼拜出去采访的时阵，拜托采访的迄个头家讲伊足介意咱的呢。真是对吗？陈先生就是你讲你啊，听讲你就是介阮无法度控制安尼。其实无讲啊，迄想甲你假啦。我毋知有介咱失去控制。我想嘛是啦，家己报。拜托我拢无讲你，你阁好意思讲我？所以你即马是要开始讲你的委屈咯？无啦，我著要讲我家大的时阵，拢有伫好好啊听你的声。本来家大就是爱听声啊，无要安怎教啦？天亮的月亮啊，你甲有地看。你哪唱是安怎？到底咧看啥啦？即马天就还袂乌，无月亮啊！看阮的心肝，为何在听？奇怪，我敢有干安怎？你在听啥啦？无啦，迄间嘛有老话讲，想要听即条啦。但是我唱了无好。但是我感觉这条歌有符合我即摆的心情，所以我真自然就甲伊唱出来安尼。好，你去边仔听，我开始来念批啊。这听，啊你等你念批怎会听？哟听安尼。念批的时阵爱严肃，知无？严肃，开始。第一张批是南投的阿雄写来。黑白边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伤严肃还个一个，伤严肃哟。阿雄会惊着。歹势，阿雄。你普通的时阵念批，一般就好。一般就好无？好，安尼。第一张批是南投的阿雄写来，黑白边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雄，即马是一位高中生，这个月一直听到大家毕业新声。然后我想起我一世人绝对袂放袂记的国小毕业旅行，听到大家拢是出去耍2天3天，2位小编敢知影阮有几天？听到毋免伤新鲜，阮有15天，足足2礼拜拢免上课哦。毋过嘛毋是坐车出去耍，阮的毕业旅行是骑脚踏车环岛。虽然讲真正是夭寿忝，毋过嘛真有成就感。
搁互人听嘛会感觉真骄傲哦。认真甲算起来，加上行前的准备，其实差不多是1年半。因为阮连经费拢是家己赚来的。伫5年仔的时阵，大家就开始伫学校的菜园来种菜，有种高丽菜甲菜头，高丽菜搁另外生做泡菜，菜头摕来做菜头粿，叶甲大家就摕去卖。所有的一切拢是靠家己的双手，嘛互阮体验到爸爸妈妈趁钱的辛苦。上尾搁加上有好心人甲阮赞助，全部的经费加起来有20万哦。出发进前的准备，搁有计划要去倒位。阮想要实际去体验课本介绍的景点，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甲意见表达出来，和老师做伙讨论，最后决定行程。决定要去倒趁钱，这2项拢算简单，因为是团体进行，搁来就爱靠家己啊，就是爱训练体力、脚力，这是无法度短时间内就达成的。一定爱一步一脚印、脚踏实地去练习，嘛算是一种自我的训练。大家会相招训练，互相勉励，感情嘛变甲真好。除了爱练骑车，嘛爱学习简单的维修，亲像绕链、佮有补胎。阮对5年就开始期待，总算是等到6年啊。出发的时间差不多是5月底，天气袂介寒嘛袂介热，只惊会拄着落雨。阮环岛的方向是先为南部骑，过来是东部骑为北部去，最后搁为北部骑转去南投。15天的行程，毋干那是骑车，嘛有我真济第一届哦。有第一届去畅水，第一届搁独木舟，第一届脚踏盐田。课本顶悬的相片会当亲身感受，我嘛感觉真趣味。所有的行程拢互我真难忘。因为南投无外海，若是有安排到落海的活动，我上欢喜。东部有一段是坐火车，嘛是我第一摆的体验。坐伫车顶看东海岸的风景，好天的东部景致真正是有够水。我用手机翕一堆相片，会记得有几落摆我骑甲足想要休困，因为老师讲，若真正骑袂叮当，也是身体无爽快，拢会当上车。迄台车阮号做年母车，毋过一路上都无人去哩坐过，因为惊会见笑。所以我若忝甲想要坐车，就会安尼想，哪甲家己鼓励，哪继续骑。除了体力，阁有天气，南部的日头真美，爱补充水分，风拍爱做好。拍乌无要紧，上惊是会着沙，有时会拄着西北风，雨若伤大，就停落来等。若是蒙蒙啊雨，就甲雨衫穿起来继续骑。中间休困的时阵，大家感情好，会互相掠零，互金马放松。这段旅行，互阮9个人的感情变甲足好，大家互相斗相共，真好。转去到南部的时阵，县政府阁有准备点心，甲阮招待，肯定阮的行动，嘛非常配合阮。会当坐伫遐，拿吹冷气，拿食物件。完全甲我的疲劳拢消除啊，一点仔拢袂感觉辛苦。经过这15天，感受家己的成长，变甲较独立，嘛较惯势家己解决问题。感谢学校送予阮的毕业旅行，感谢老师、家长的帮助，替大家伫边仔翕相做记录。大家拢辛苦啊！希望这个活动会当一直办落去，互学弟学妹拢来体验。相信对未来会有真大的帮助。我是阿翔，多谢大家。哇，南投的囡仔真正是无简单呢，有够厉害咯！嘿啊，想袂到吼，除了去游乐园耍，阁有别个选择呢。对啊，讲到环岛，旧年敢是嘛有一个人是写环岛的批来？有哦，而且批阁是我念的。你环岛做的就对啦。无像咱拢干那迄369酸透透尔。对啊，讲到游乐园吼，我前几天有看到一张图呢。什么图啊？就是啊，迄有网友甲以早台湾有经营过游乐园画伫地图顶面呢。经营过，所以意思是讲，即马拢已经收起来啊，晓？嘿啊，而且我呢真足甲算，有这是你的音效，20斤啊！
你看台湾遮尔细，竟然当开到20间，莫阁笑我啦。我都18岁尔，你讲的不20间，我一点拢无听过。听种朋友甲我可能有想要知影啦。吼，我就知影你即个春秋牌嘿，对，加载哦，我有去找资料，毋过有20间，你嘛爱来斗讲哈啥啦？好啦，勉强甲你答应一个啦。好，安尼因为伤侪间啊啦，所以咱分区来讲。先阮桃园北部开始。什么意思？你看袂起阮个？搁要整两包，私心啦。好啦，开始啊，你开始啊，北部的啦吼。啊，我有甲标迄数字，所以咱第一间、第二间讲。好，安尼较清楚。好，第一间是台北的明德乐园。你想要讲花园？花园是阮中部的啦，你莫假哦。想要念阮中部的，你就讲哦。啊，袂到遐。明德乐园是即卖台北市士林区。台北市，听众朋友一定感觉奇怪，咱讲迄369拢有咱啊，啥物？想要这使讲，因为这已经无开啊，所以已经收起来。无迄拍广告的行为啦。嘿，无广告，因为已经无伫咧啦，无拍广告。明德乐园差不多是民国。你会使讲30年进前啊？我数学无好。该逼掉。好啊，就是因为我找资料顶面安尼介绍的，是民国70到90年代台北上大游乐场哦。啊，后来因为讲有一寡规定啊，设施无法度经做新的啊，就愈来愈无人去啊，所以就去互新的乐园取代去啊。嘿，就安尼无去啊。嘿，过来，第二间是花园啊，花园来啊。踏落花园，感觉就歹念的，听起来会淡淡。民国75年开幕的，新北市金山区是咱第一座的造景的花园，就是花园，就是花园。这位小姐，请问你有讲甲无讲有啥差别？啊，伊内底除了花以外，特点就是做真侪景安尼啊。啊，除了花以外，敢有别项？除了花以外，当然嘛有耍的啊，啊，佫有会当去遐赏花啊，去遐耍啊。你这有讲甲无讲？什么差项吧？我有看着啦，你有写讲有水墙啊，啊，佫有迄雕塑公园。嘿啊，哇，佫有碰碰船呢，碰碰船。啊，佫有当生水的呢。嘿啊。啊，下原池是啥物件？下原池就是会当下原的，会使等做者1箍落去，所以内底足侪银角啊。我要来扣哦，即马扣无啊啦。是哦，嘿啊，啊，最后嘛是可能经营袂落安尼，有一寡欠小，所以伫咧民国88年就收起来啊。第三间是中兴溪乐园。讲台语听众朋友敢会毋知？听众朋友想要知，家己去查哦。中兴溪连听那个，听众朋友连听那个时间到咯。好，中兴溪是伫咧新北市的三甲区。三甲区，叫中兴溪，就是因为伊的建筑就是有中兴安尼。我有去查资料啊，迄相片就是中兴。我其实你有去过安尼啦，我无去过。啊，伊真大有10公顷。嘿啊，内底毋若游乐区，佫会当去出兵。啊，佫会当钓鱼。啊，佫会当住伫内底。嘿啊，袂歹呢，都规工伫遐用佚佗就好啊。游乐园就是安尼啊，有耍的，有食的，有大的。啊，但是你也无讲伊做到当时呢？做到当时，伊后来就是收起来，啊，即马变做录影的所在。安尼咱敢有算拍广告？无哦，即间乐园给收起来，反正朋友毋通甲阮误会啊。伊可能改一个名，所以我无甲写伫顶面。好，第四间就是台东水上乐园。是伫咧民国60年代。
伫个即马新北市的邦桥区，水上乐园毋是爱去个阿兴，伊即马嘛咧休困啦。伊即嘛会休困啊，好，嘿，就是重点就是伫个民国的60年代，伊是上新的迄游乐设施啊，还有耍水的啊，还佫有储水的，毋过就是愈来愈侪对手嘛收起来啊。你想要讲即版啊？你安尼我做歹教咧。好啦，非伫即你马介绍较紧诶，好无？即马就是去做邦桥音乐公园。你安尼是毋是替音乐公园拍广告？公园嘛是广告，啊，公园袂当讲吼。好啦，讲会使，讲会使讲。好，安尼，我讲完4间啊，后面换你讲。才4间尔，哪安尼忝啊吼？我头拄有2杯呢。头拄还有去环岛呢吼。好啦好啦，来哦嘿。好，过来第5间是亚洲乐园。这是毋是偷偷学阮中部迄间？亚洲乐园捌号做是按亚洲第一座大型机械型的游乐园啦。哦哟，伊伫恁桃园呢，哎哟，伊是伫民国61年创立，哎哟，才开，这我数学无好，民国87年。是国内第一间国际休闲中心。哎哟，伊有旅馆、夜总会，佮有酒馆、食茶，啊，佮有中西餐厅、空中花园啦。嘿啊，所以恁拢去遐度假。够歹，我无去过啊，我可能爱问阮爸妈。啊对啦，迄当阵你还袂出世吼，你19岁尔，来甲你考一下，19岁是民国几年出世？哦，无要紧，咱跳过这，咱跳过这话题。过来第6间是伫咧关西甲桃园交界，捌伫咧1980年的李东乐园啊。伊叫伊的名，你敢有讲？无啊，名伫后壁，我袂念到遐，你莫紧张吼。你毋是要叫我念啊？甲你控制我？你继续，我都控制人，你安尼想要甲我控制？你继续。啊，因为就后来得去迄石门水库，爱保护水资源，所以就禁止开发，转来爬远去。啊，即马已经是佛教一个清修的所在。你安尼搞害呢？这拢袂使念的。无讲。即个乐园号做，即个乐园就号做。东画世界。听众朋友，我甲恁讲，这个人真正是做夭寿的。伊要叫我开始念的这物件，伊拢甲迄标题、甲迄乐园的名甲我分开。结果我想讲奇怪，这个乐园到底叫啥物名？是我啦。一寡袂使念的拢甲我写出来啦。好，过来是第7间是金鸟海族乐园。哎呦，听起来是咧水族馆哦。伊是伫咧新竹甲桃园的一个所在。伫咧罗马是迄个罗马。会有一个人走出来西园区，迄个罗马，100公路边啊，全区哎哟嘛8公顷来了，4边拢是山，啊伊有游乐区、游泳池哦，海狮要念海狮啊，是啊，迄茶就是叫海狮，有海狮的表演池，水族馆，而且佫有动态什么啦，而且佫有伊就是咧训练动物了，安尼这毋通。2000年了就开始渐渐爬远到呾吼。我迄字叫是叫金鸟，所以内底有鸟会当看呢。无啦，无鸟啦。误会。过来是，哎哟，听众朋友，我毋是调工要念华语哦。伊就真正叫做波波猫高园啊。波波猫好园。就特别的名。伊叫波波猫啦。你要去波波猫无？行咱面来波波猫。我较爱去倒头猫啦。我哩哥。好，你继续。伊伫咧新竹县的宝山乡。哎哟，民国74年是一个杨先生创立的。迄当阵是号做讲台南阿为伊一个以教为主的乐园，饲世界各地来的灵长类。所以呢，就是毋若狗啊，一定有猩猩啊，还佫有狗猿。平常伫参观高园的时阵，会当学到真济学袂伫册看袂到的知识。但是伫咧民国90年的时阵，因为纳利洪台啦，算升灯，去互纳利洪台升灯，受到迫害啦。受到迫害，怎啊宣布
关起来啦，所以园区内底狗即摆去倒，恁敢知？去就结束伊16年的时间啦吼。你甲看，一个北部就8间啦，咱休喘一下吼。就是啊，奇怪，我休喘的，那个是我念啊，佮继续我念批安尼，我喘伫倒。喘我一句话。喘一句话无够啦。无够哟，好啦好啦，啊无北部结束啊，中部换我甲伊讲，换你来讲啊，我敢会当讲，你嘛会当讲啊，但你休困觉你会当讲，想讲中部是阮的天下，你无话讲，会啦，互你机会啦，迄中华，你若迄哈哈嗨，阮中华迄集出来哦，中华甲湾里面战争。有啦，我有看啦。你有看啊？有。你看了阮林人做精彩。我要甲这段放伫 IG， 你叫伊替咱文样。好，请讲。好，第9间是台中的，这要安怎讲啊？卡多利啊，卡多利干。卡多利咯，你是有去过哟？我有听过啊，真是。我听过啦，卡多利咯，其实我乱讲诶，其实是我乱讲。我嘛想诶，就是卡多罗，卡多酷啊！你真是要看？你真是要看什么？卡多利咯，是伫咧台中诶大坑，大坑嘛是大坑第一座诶大型机械游乐区啊。嘛真可惜，就是伫咧1994年雄收起来啊。嘿啊，即马就是拢拍远去啊，所以就是加减有一寡嘿无恐怖的代志，有一寡代志会发生。恐怖的代志会发生，还是有恐怖的代志，还是讲听讲有恐怖的代志？你讲好啊，你听应该是听讲。咱是一个教育频道，咱来讲好清楚。一切拢是听讲。咱总算想起来，咱是一个教育的频道啊。好啦，就是听讲有真侪恐怖的代志安尼。但是拢是听人咧讲的啦，毋是真的啦。大家莫去呢。伊敢若比迄雅阁花园，我那念华语，阮著拢念华语，阮自细汉拢念华语呢。阿哥花园，阿哥花园，阿哥花园是后一项来，你先介绍佫一个较新呢。有一个嘛是伫咧台中的大坑，大坑哪有这个乐园啊？嘿啊，即摆有爬山的乐园。什么爬山？即摆遐会当爬山啊，7上8下，是9上10下，爬互你喘死迄种。是我无听过。迄伊迄爬山迄楼梯啊，拢是用树尾做的，一支一支，小歹爬。等下用树尾，敢会断去？爬伊就是安尼一个一个塌起来迄种的。而且因为你平常时去爬山，毋是涂骹拢平平，所以你爬落来时阵，你骹退腿无遐疼，但是你去啊爬转来要求你讲爬转来起笑，骹规个拢毋是你的，你著无骹。讲较恐怖，真诶啦，无甲你骗啦。好啦，有时间再来去啦。听众朋友，你有去爬过的人，爬转工退腿的，你甲我写批来哦。叫人写批来，个只歹。所以你是讲是即卖卡多利乐园有迄爬山的？毋是，还是大溪。大溪，我毋知卡多利乐园伫倒位。你这样咧排？伫咧大溪啊！你这样咧排开讲啊？好，莫讲。好，继续。第10间一半。第10间是东山乐园。阮以前是念东山啦。嘿。安尼就甲恁兜共款，东山。我无去过。安那？阮兜有人去过。嘿啦，东山嘛是有游乐设施啊，嘛有真侪山水的造景，啊有一寡生活故事的。听讲因拢去啊，红肉甲生水。对。安尼好，就是适合全家拢会当去的所在啦。伊个有土鸡城呢，土鸡卡子。你即摆咧讲过哦？我无讲是啥啊，卡呀土鸡。我那麦克边去，听众朋友做艰苦的。看起来是一个袂歹的所在，毋过就是共款是9日一地动，所以都受到影响，都收起来啊。好，过来就是阿哥花园，阿哥花园嘛是咧大坑。伊遐大坑是真大哟，小大啊，开乐山。对啊。好
好啦，伊嘛是有一寡造景啊，佮有种一寡树啊。有一个有得到新加坡乌鸡会第2个，是咧凉啥？反正朋友一点听个无啥啥。哦，我听讲，我听讲伊早有水母哦，水母就精彩哦，还有迄电火安尼。你安尼听种朋友敢听有？哦，伊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较早有一个节目叫做《百战百胜》。迄啥我毋知影，迄像，喂，有一寡有年会听众朋友知啦。我绝对毋捌迄个刘德华像。对，就是一个节目会去遐拍就对啊啦，去遐拍人呀，去遐拍节目，拍你啦，拍，歹落个啦，我要甲，我要甲节目主持，我毋知伊节目主持人啥，我会讲我歹落，无歹落个啦，结束啊，好啊，时间嘛差不多啊。你连收都袂收，直接要甲伊结束。无啦，后壁是恁中华呢，啊无中华后一集再来讲好啊。系啊，咱中华爱特别做一集，听众朋友想讲已经有啊哦。是啊，咱对中华已经做2集啊，即摆讲特别做一集。听众朋友啊，讲算少的啦吼，阮是甲迄拄中华做一个切开安尼吼，阮中华一个围界吼，就像迄哈哈海，是哈哈海。伊中华最近才出来尔，咱中华的乐园，咱后一集再过来继续讲哦嘿。好啦，时间真正差不多啊。嘿啊，有够忝的，真的笑到要死。听众朋友啊，咱的节目都歌手节目转型做声音的节目啊，本来就是声音的节目啊。即摆安安尼听众朋友就知影，但是无简单哦。好啦，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。你还无受控制啊？什么无受控制？就是种无受控制。那你今日节目就到这。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再继续收听。你是要安怎做伙了？真正是无法度控制呢。好啦，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声音的配信，做回来听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风吹，该安尼，我卡安尼是风中之景，毋是食西瓜哦，风中食西瓜，迄是讲话无清楚的人在咧食西瓜无？哦，看有咩食西瓜？什么灯扫哟？环境啦，哦，你都烂呢。虽然讲真正是夭寿忝，听减一条啊，毋过哦，好笑。会记你有几落摆，我听甲，会记你有几落摆，我是在念啥啦？我毋知你念啥，即摆到底是创啥？坐火车坐甲气笑啦。坐火车已经过啊。会记你有几落摆，我听。讲啥？会记你有几落摆，我徛甲就想要休困。来，你卡咧遮啦，阿雄啊，伊嘛足忝的啦。有时会拄着白晒白雨，白色，国外好呀。感谢下佛，是伫个即卖新北市金山区金山吧？哦，金山哟，金山。伫个即卖新北市的板桥区，板桥啦，我创啥啦？歹势，地名无啥会晓念，板桥区。所以呢，就是毋若高啊，一定有星星啊，还有高圆啊，高圆。卖黑白想好无？这肯定根据。